好，大家好，我哋民協咧嚟到呢個木棉人家咧做考察啦，咁咧就好高興咧，就我哋嘅其中一個團友咧蘇家駒醫生同我哋咧一齊分析一下我哋個參觀嘅之後嘅感受，好嘛？多謝阿蘇醫生。你好。咁我哋短問短答咁傾下偈啦。好啊。呢個木棉人家咧，你覺得有咩長處啊？特色？佢嘅長處有好多㗎都。嗱，佢個地區小嘅，其實係一個小區嚟嘅。咁啊，綠化又幾好啦。喺個屋入邊咧，其實佢啲廚房啊、廁所啊，樣樣都做晒啱老人家住㗎啦。廁所又有扶手啊等等。咁佢又有呢個其他嘅設備啦，譬如話康復房啦，有陣時有啲醫務房啦，又有唔同嘅康樂藝術嘅設施，所以佢都算係，我唔講佢係一個好嘅屋企，係一個好好嘅社區仔嚟嘅。我如果用香港個情況嚟講咧，香港分幾級嘅情況咧，佢係屬於邊一級別嘅咧？可以簡單講俾我哋。佢其實入嚟佢都講過啊，佢入嚟嗰啲客咧，多數都係自理 OK 嘅。咁即係話，即係行得走得嘅。係啦，佢就好似我哋以前香港老人院以前分5級嘅老人院，好似一啲 hostel、meal section 同埋 care and attention home 3個類等嘅。但係佢就最高都係去到 care and attention 嘅啫。中文係咩咧？care and attention 係護理安老院級別。係啦。咁所以佢係比較屬於自理同埋安好、健康幾好、行動幾好、功能幾好嘅客啦。咁即係話咧嚟到呢度咧，如果有護理嗰方面咧，如果以呢個木棉人家嚟講咧，係未去嗰個情況。佢又未去到嗰個情況嘅，係啊。咁所以咧，如果佢長遠嘅再發展落去，呢度應該就加埋有護理嗰邊嘅。如果呢間嘢喺呢個我哋嘅中國大陸咧，都 OK 嘅，好多老人家都可以喺度安享晚年。但係如果喺香港咧，香港大部分我哋用院舍嘅角度計咧，都而家已經進入呢個護理安老院、護養院甚至療養院嘅級別㗎啦。咁嗰啲係比較多啲醫療護理康復嘅概念。係啦。咁蘇醫生，我就好想請教下你啦。假設我哋將呢個類似嘅一個木棉人家而家呢個規模咧，擺咗喺香港一個近醫院嘅一個地方，咁呢個佢嘅運作將係點樣去更加適合香港嘅老友記咧？你講嗰個構想啊，都好吸引㗎，其實。係啊，佢係一個木棉人家係一個低密度嘅，佢棟樓唔係好高嘅，咁啊有綠化，你當佢係一個公共屋邨咁嘅概念啦。所以我哋需要有一個組織去俾一個管家服務，或者我哋講協調晒所有嘅服務喺呢個小社區。最好嘅小社區就係公屋啦，譬如一條村有10座公屋嘅樓，咁未必個個都係老人家，咁又有3-4成第日都係老人家嘅。咁佢協調嘅服務都係比較冇咁互利嘅。咁冇咁互利嘅意思就係話佢哋有陣時需要一啲藥啊，係一啲諮詢啊，因為唔係個個家庭都完全完美去處理長者嘅，因為你知啦，家庭嘅意思個內涵可以包埋入邊嘅建設同埋人嘅。咁而家有啲人個伴侶未必喺度啦，啲仔女未必同住啦，甚至有啲移民少嚟探啦。個環境咧，究竟係咪所有嘅公屋嘅客戶都係改裝咗廚房啊、廁所啊，或者啱個客咧都未必嘅。咁當然好多都可能改裝。係咯，你個觀念咧，可唔可以將佢簡稱咧為之安老在社區？係啦，我哋擴大少少，唔好話淨係安老在家。因為家未必有佢嘅 limit。好啦，呢個安老在社區喺度，你而家時候配合呢個木棉人家呢個運作咧，喺香港嚟講應該係包括邊幾個嘅元素？佢起咗一個小社區，專俾老人家住嘅，譬如公共屋邨啦、租㗎啦。下邊咧，好似頭先木棉人家咁，佢有少許嘅護理概念嘅嘢，譬如有個地方係有啲康復嘅設備，有啲地方有醫務嘅設備。嗰個醫務未必日日有嘅，可能1個禮拜有1週可以嚟睇街症、睇慢性嘅病或者睇急症、急啲嘅傷風感冒，或者有1個禮拜有一個物理治療或者職業治療去指導你康復。咁佢平時唔喺度。蘇醫生你剛才講咧，關於你個安老在社區呢個觀念咧，都係同香港政府提個安老在家咧，都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啊！你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咧？呢個安老在社區呢樣嘢咧，有咩嘅元素咧，先可以推動得成功咧？其實我係將安老在家呢個家嗰個元素引申得更長遠啲嘅。家有陣時啲主要係決定喺嗰個環境同埋人。
我頭先講人咧就未必一定完全好完美喺度噶嘛，譬如個伴侶可能喺度啦，啲仔女就搬出去住啦，或者甚至乎離開香港啦，咁阿婆或者阿伯越嚟越老啦，咁佢需要更多嘅照顧嘅。環境就睇下佢有冇裝修啦，即係譬如個廁所啊、廚房啊各方面有冇整晒扶手啊，有冇防跌啊等等啦。我將佢引申到我哋需要更多嘅服務，其實主要嘅服務有兩個嘅，一個比較社區上嘅服務，一個咧就係健康上嘅服務。社區上嘅服務可能會包括佢唔識處理嗰啲，譬如話老年金啊、綜援金啊，即係錢嗰方面啦，又例如心靈上嘅服務啦，又例如其他公共嘅服務，另一個健康嘅服務，譬如話佢越嚟越多病，佢需要康復，佢需要護理，佢需要甚至乎需要醫療。咁我哋醫療梗係最高級別啊！咁我哋隨住服務嘅環節越嚟越深化，或者係長者越嚟越老，多病更加多。如果佢想住喺社區，如果呢啲服務唔加強，我哋好難令到佢安全咁生活喺呢個屋企或者社區。所以我哋應該個口號就係安老在社區。好，咁如果我哋假設咧，呢個木棉人家啦，而家呢個咁優勝嘅呢咁嘅社區喺香港咧，建立一個類似咁嘅安老院，咁再加埋呢個正話安老在社區啲觀念咧，係咪對香港老友記咧應該係有個好好嘅益處啊？呢個都係一個新嘅構想，因為我哋傳統頭先我同你講咧，個社區最好喺公屋啦，咁但係公屋都係公營房屋，由政府所興建嘅。咁但係而家你話在社區安老在社區，嗰個社區可以係半公營啦，咁可以係安老在居屋啦，或者安老在私營屋苑，或者成笪地方嘅小社區係俾一個譬如話私營集團去包住嚟做都得㗎。咁呢個第一個諗法。第二，咁如果佢能夠 extend 到頭先社區嘅服務，咁其實社會上嘅社區服務咧喺公屋都不缺嘅，其實都有好多 NGO 喺呢個公屋附近。但係呢個健康嗰個環節咧就比較缺乏。咁譬如話，好似呢個木棉人家，佢本身喺每一個小社區裏邊都有一間復康嘅房啦，有相對嘅儀器啦，或者有個專業人士唔使話日日嚟㗎，一個禮拜嚟一週或者嚟一日。咁平時嘅時間係啲助理嚇，咁佢可以喺度啦，或者某一個專業人士星期一嚟，譬如話物理治療啦，某啲係星期二嚟，星期三譬如職業治療啊、言語治療都 OK 㗎。咁呢啲治療師或者一個服務未必係政府嘅服務，可以係 NGO 嘅服務，亦都可以係私家外判嘅服務啦。呢啲係其中其一啦。更推而廣之嘅咁有護理嘅服務啦，再推而廣之嘅，譬如覆診。咁你知而家香港覆診，無論你喺街症同埋專科都好耐啦。你當佢呢個安老在社區，好似一間香港嘅老人院，我哋香港老人院都有外展。醫療服務呢個團隊由醫院管理局俾嘅，咁你可以講得一個禮拜有一晝係睇街症嘅，咁嗰個小社區嘅人咪睇街症咯，多得滯嘅咪第二晝咯。哇！呢個好處真係好多㗎，喂，專科都可以嚟㗎，譬如老人科佢又可以嚟，咁佢可以少啲啦，譬如一個禮拜嚟一晝啦。推而廣之咧，甚至乎唔係醫院管理局嘅服務，譬如話有個私營，佢外包咗一啲私家嘅某一啲嘅服務，佢都可以喺度嘅。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做到呢樣嘢咧，就起碼啲老人家唔使排大隊啦，喺醫院。都可以分擔一啲㗎。係咯，係啊，解決咗好多呢啲個而家嗰個排隊嗰個問題。係啊。咁最後咧就問一問阿蘇醫生啊，呢個安老在社區呢樣嘢咧，咁喺香港嚟講係咪好多團體都有提倡呢樣嘅？點解香港政府到而家都好多嘅抗拒咧？我諗都好多人提倡嘅，又唔係話新嘅事物嚟嘅。不過咧，因為係都屬於一個跨部門，如果你喺政府嘅層面，要涉及衛生署啦、社會福利署啦、房屋啦，甚至乎出邊嘅醫管局啦，如果你個服務越多環嘅，亦都有啲人質疑，點解你係咪引導呢個人睇私家又唔睇繼續睇公家啊？即係咁樣，其實你係俾一個你一個組織係比較公道，係coordinate，即係協調晒所有服務，咁都係由嗰個住喺社區嘅長者佢自己選擇，自由選擇。咁其實而家香港有啲人都想，如果你個私家服務唔貴，佢都想選擇嘅。咁佢只要明碼實價，唔偷呃拐騙，我諗都 OK 嘅。好啊，蘇醫生，咁我哋揾一次咧，我哋詳細講下呢個安老在社區成個構想好嘛？好啊 ，OK， 多謝你，蘇醫生。咁我哋呢度咧講到呢度啦嚇，咁
大家拜拜。